伟人味觉不敏感。伟人害怕强光。死者的名字是小美。伟人回答问题慢于常人。伟人对红色牛奶异常狂热。伟人没有嗅觉，对鲱鱼罐头有反应的是人类。伟人的体温低于常人，温度正常的是人类。伟人喜欢模仿人类。伟人没有情绪，不喜欢上班的是人类。伟人不会放屁，会放屁的是人类。研究表明，伟人的头可以伸长。据调查，伟人杀人后会伪装成死者。找到你了。